新闻台先来看台南市一对母仔囝从中道行伫斑马线过车路，互说我的车弄着，妈妈重伤，3岁查某囡仔不幸过往。今仔早起有民众伫车祸现场放火甲七头米仔，表示哀悼。查某囡仔爸爸是批评讲，政府接单修法，提悬赛车、骑车无让行人的处罚，因着需对着这款代志，实在是真离谱。 一束一束的芳水百合，就放伫台南北区中义路甲成功路口。若是火，阁有囡仔七头米，全部拢是民众起来放的，就是要悼念因为车祸过身的3岁查某囡仔。对，早上差不多5点多有一个，7、8点也有。因为我们自己有小孩，所以其实看到的时候其实蛮……看到那个新闻会觉得怎么会这个样子？ 蛮难过的，因为说真的，台南交通已经不是1天2天这样子了。因为全台湾事故率最高的就是在台南，死人最多人在台南。我希望这个政府可以好好的去把这种东西规划好，这样。 车北中道台南区一对姓李的母仔行伫过路线顶悬，煞互倒外的车撞着，老母重伤。那3岁查某囡仔是不幸过身。过路人的安全问题阁引起讨论。查某囡仔的老爸车北暗头仔到台南市殡仪馆配合警方相验，伊批评政府才拄修法，针对车无让过路人的行为加重处分。即摆看起来实在是真口势。今日因照路的号伫咧行伫斑马线上。 行到要落尾啊，搁我当安尼甲弄落。啊，前2阵啊，我感觉政府前2阵啊，你这把啊，我今天听起来，我感觉足讽刺的啦。执法面的部分的话，除了将持续强化为礼让行人之交通大执法外，工程面为改善行人通行环境，并于适当的一个路段来划设标线行人行道。交通局强调，未来针对交通教育、工程执法3个方面来拍拼。 根据台南市交通大队的统计，这个路口今年1月到3月有4件死伤的事故，和去年同期6件比起来是减少2件2个人。查某囡仔老爸一透早都无用伫病院照顾某囝，也无详细的回应。按照肇事者依照过实地时做上班。记者温正雄台南报道。